熱老化情況唔單止令肌膚急速老化，嚴重起上嚟仲會破壞肌膚屏障，引起敏感紅腫，好多肌膚問題會因應接種而嚟。所以點解每日面部都要做舒緩？唔係冇原因㗎。你又知唔知舒緩係乜嘢嚟呢？降溫舒緩年膠就可以針對以上問題進行急救，瞬間降低肌膚溫度，真正高溫不適，再修復肌膚底層組織，激活細胞生長，撫平皺紋，緊緻毛孔。一般嘅蘆薈年膠分子比較粗糙，可能含有酒精甚至乎薄荷醇，只係會帶俾你假象嘅清涼降溫感，但係做唔到真正嘅鮮豔舒緩。高質嘅舒緩年膠仲可以做埋修復功效，配合埋冰棒一齊做冷卻導入，仲有助收細毛孔。亦都有針對眼部嘅舒緩年膠眼膜。眼周肌膚脆弱，每日眨過萬下，長時間用手機，眼周肌膚好容易浮腫，黑眼圈又會加重。繃緊高溫嘅肌膚難以吸收營養，用眼部舒緩舒型膠眼膜可以收細血管，減少浮腫，仲可以預防細紋，改善吸收。想知點樣正確用舒緩年膠？用前用後要點樣做？留言舒緩，詳細教你舒緩護膚步驟，值得精準護膚，產品效果加倍㗎。